我的票钱值了。你是不是很累？嗓子是不是很不舒服？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广东特产凉茶呀。那你一定要喝完哦。我能拒绝吗？主要是太苦也喝了，我还跟他喝了个交杯酒，主要是跟你不太合适。喝完它好吗？谢谢。他说喝完它好吗？姐姐，你有这个人帮我是吧？大家喊干！我替你喝剩下的。还得喝完吗？再喝。你是不是就为了这一下来的？我的票钱值了。